这条，请咱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公义关灵、慈悲怜悯的上帝，愿一天一白，感谢你的带领引带，在你所定着圣的日子，愿清查整齐的端正，用感恩欢喜的心来到圣殿，唱歌称颂你的圣名，宣扬你奇妙的所在。感谢你创造、保守、甲拯救的大恩典，愿鞠躬敬拜，仰望你的怜悯甲荣光。亲爱主上帝，伫圣殿敬拜你是阮一个礼拜内底最宝贝甲享受的时刻，因为你就是阮的上帝，是阮快乐甲福气的源头，拯救阮、安慰医治阮，是阮的倚靠，阮的诗歌、快乐。甲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你亲像大牧者养饲阮，做阮代代的帮助，也是阮将来的愿望。亲爱主，池水会上遥我上帝山，池水会通徛伫你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囥、无怨无假，手抓无囥干贵的人。至圣上帝，恳求你赦免阮的罪孽过失。虽然阮无亲像遐个卖假油、无良心的人，但是阮犹原有做过犯失错，心内犹原有做袂通甲别人讲的秘密。阮伫即个社会环境中有做团体性的罪恶，阮拆袂开的罪犯，亲像阮若过头使用卫生纸也是家具，只到生意人去错做手拿。减少地球调解气候的能力，造成地球气候剧烈的变迁。我也诚侪间接造成台风大水的凶手之一。伫你的光明照耀中，阮看见阮穿的白衫，亲像朴实的衫的顶面条满侪尘埃、油垢、臭油。阮见笑面。忧心痛悔，恳求你带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搁一摆洗清阮无罪，互阮比世较白，会通亲近你。也求圣神上帝赏赐阮换心正定的灵，互阮会通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恶路入你的院，伫你的受恩宝座前敬拜恶路，安歇伫你的心怀中，对你金灯台照耀的光明中，得到医治安慰阮。受伤亚善的身体心灵，对你领受活命的饼，做阮每日快乐的源头。伫你的受恩座前，得到圣灵的充满，得到听甲性命、真理甲稳定。现像阮的感谢甲俄罗斯歌，亲像伫天顶的敬拜一样，吟讲哈利路亚。愿俄罗甲荣光、智慧甲感谢，
尊贵甲关灵以及大气力，归伫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向人里面的上帝，天气开始炎冷，像那田野充满缤纷的色彩。原来接落来回想你所享受阮的大恩典，过去的日子，嘅恩典充满伫阮每日的生活中，也互阮少年教会顺利行过各种8周年纪念的准备甲庆祝活动，你拢甲阮三甲之地，你启示，你催逼阮向前行，爱阮伫未来5年、10年、20年、50年，甚至下一个100年中，甲你同行。亲爱上帝，你就是阮一个新的中级团队，要甲牧师干事团队共同带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做较快甲深入的服侍。就是阮教会头，你时时启示，阮着甲你同工，催逼阮恳求主你切遣搁较侪工人入伫田园来收割。亲爱上帝，这个世代侪侪家庭分离，囝儿失去照顾，社会混乱，歹人利用各种步数，害死别人来追求名利。中央政府破病寒慢无能，只有顾家己私人私党的利益，无注意百姓的幸福。上帝啊，什么人会通改变这个社会国家呢？阮应该将希望交什么人呢？是学校吗？是政党吗？是选举吗？是法官吗？政府吗？原在只有听甲公义，才会通救这个社会甲世界。只有上帝，你是全世界的救主。只有教会是社会的希望。阮教会的异象就是这，阮的教会要请做正人的祝福。你会听甲公义，要透过阮，亲像江河。要流到四周围需要你的听甲公义的所在，河边的树要无声结果子来荣耀你。主，阮感谢你。亲爱主，伫教会中有侪侪兄弟姊妹有欢喜快乐的事，甲忧伤痛苦的事。有人也失去因至亲的亲人，恳求主安慰失去因的目屎，互因通看见伫天堂迄边有主耶稣甲因的亲人三甲一体。享受上帝永远的同在，亲爱主，我们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互欢喜会通加倍欢喜；我们甲忧伤的人三甲忧伤，互忧伤的人三分担就减轻忧伤。愿你的话语甲祝福常常甲因三甲一体，牵因的手向前行。阮的祈祷实在无够额来满足你的心意，阮只有会通动心出声，用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来向你恳求。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对你亲像伫天里。愿你日时变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得错阮去彼此，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即只，咱咱来三甲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38篇，圣诗后面第57页，启应文38篇我来启，请咱来念。第57页，哥林38篇，哥林多前书13章。我说说为讲人甲天使的因语。
我世事做先知，搁世事有招庇的心，教业来移山。我世事尽所有的来尽责，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仁爱是靠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在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当对镜在看，步步无明。我当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总体出来是真爱。我现在上帝祝福咱，听耶话来去行。续接，请咱来吟圣诗102首，来学了上帝，主要所放说你宝座绵流，咱来吟全首，第1、2、3节中间有间奏，然后第4、第5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102首。
所接咱橄榄枝班要引带咱来阿罗上帝，因所要唱的是哈利路亚，卡农。感谢橄榄枝班用咱引带咱用欢喜声来阿罗上帝，愿荣耀归伫咱至高的主。这条咱要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上帝启示记载伫新约圣经，保罗先生叫哥林多教会的批，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甲第15节。现代中文的圣经是279页。大字圣经是208页，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甲15节。这条我用中文圣经新译本来强读第9节。因已经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本是富足的，却为着恁的缘故，互家己诚做颂香，目的是爱恁对伊的颂香来诚做富足。第10节，对于这件事，我认为恁上好伫这个时阵完成去年所开始的无关。恁若是上大声有这个行动的，
也是上大仙有这个意愿安尼做，所以就坚持落去完成这件工作。恁应该用当初计划时迄款的心来完成这件工作，并且照着恁现在所有的去进行。17节，若是恁真心关注上帝，一定甘乐。伊爱恁献上恁所有的，并毋是恁所无的。第13节，我毋是想要加重恁的负担，来减轻别人的负担。既然恁现在富足，就应该帮助遐个送养的。到了因富足，佮恁有需要的时阵，因也会帮助恁。安尼双方面拢有机会互相帮忙，亲像圣经所讲的，最少的无剩，少少的也无欠。上帝话以上，愿上帝祝福想出伫遵探伊的真理去行的人。一粒，咱要请台湾新人院院长陈尚仁牧师来开帖上帝的信息。伊所要讲的，要传予咱上帝启示是，因为基督的送养，咱诚做富足；因为基督的送养，咱诚做富足。这粒咱请陈院长。各位相邻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真正感谢上帝，互我今日有机会代表台湾新人院来到伫咱相邻教会，向咱大家兄弟姊妹请安。伫遮也要伫遮表示台湾新人院对咱相邻教会过去一向拢非常的支持新人院，伫遮我来表示感谢。2007年，我有一摆去美国加州。来开一个关系基督教的学术的研讨会，伫迄个时阵，我碰到真侪对中国去研究基督教的少年的这学者，差不多含我平岁。即群学者来中间，因大部分拢是伫大学内面咧教册，拢毋是基督徒，所以因真好奇，讲新学院到底是生做啥物款？伊也问我讲，恁新学院的经费是对倒位来？我就甲因解说。每一年的11月，新学院的老师、学生拢会去到全台湾的大细间教会，伫遐来讲道报告新学院详时伫遐募款。当因听到讲募款，讲新学院的老师爱去教会募款，然后其中有一个上界白目，伊就加迄个形，举迄个奉献地，要甲现场做伙伫遐咧开讲的这个老师要甲因收钱。哇！大家笑甲东倒西歪，我迄个时阵，我感觉这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嘛真戆影，讲因这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因念奉献这种的道理也毋捌，所以我就真定睛无受气。我甲因解说，奉献是基督徒的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伊不但表示出咱对上帝的感恩，也通过奉献的这个动作，会通表达出咱对其他有欠缺、有需要的兄弟姊妹的疼。当我爱甲因讲了后，因煞安静落来，大家毋知要讲啥。我知影因的心内可能会感觉歹势，甲我迄个动作、迄个滚生笑。玩笑有一点开得太大，但是我嘛想，因可能家己有发现，因讲因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但是对伫基督徒这个上界平常的道理，因竟然完全拢无了解。我嘛甲问恁的社例拢对倒来？伊讲阮着伫政府的大学内底咧教册，薪水是政府予因的。我本来想讲。台湾新学院安尼算起来已经真送乡，但是无想到2012年2当前，我去到伫缅甸中部一个少数民族的新学院，傈僳族的新学院，因为有台湾新学院毕业的校友伫遐咧教册，所以我去甲拜访。当我去到因的新学院的时，这个老师真热心带我去看因的学校，然后也请我去伫因兜伫遐来开讲。我要入去伊的老师宿舍的时，我甲超工甲看一下，
这个宿舍就是亲像咱常常看见缅甸的厝，伊是用迄个竹啊的篱笆所围起来，外墙甲内底的架间拢是篱笆，啊，伊的厝顶是砍稻草的。啊，阮伫遐来开讲，讲到一半的是，伊个牧师娘讲啊，是咧歹势，我爱先来去饲猪。哦，原来因的新学院的老师嘛爱去兼饲猪，因为这猪饲到圣诞节的时，就会当杀猪来互因学校的老师学生做伙有猪肉通去食。啊，伫因兜开讲了后，阮出来，伊报我行这个新学院，报我行咧。我看见讲因遐不但是有饲猪。嘛，佫有种菜，佫有种番麦。这番麦每一年收成的时，就成做因新学院真正要紧的这个收入。这间新学院完全拢无有钢琴，因拢是用这个电子琴。啊，但是咱知影讲伫缅甸吼，常常拢会停电啦吼，啊常常会跳电，所以阮伫遐咧吟圣诗的时，有时啊竖琴竖到一半，怎定去？啊，原来就是跳电。我迄个时阵才发现讲，安尼讲起来，咱台湾新学院毋是真宋香啦，咱若和缅甸的新学院比起来，其实也佫袂歹。啊，但是我嘛咧想讲，啊，像缅甸遮尔宋香的所在，遮尔宋香的教会，敢有人愿意奉献家己来成做传教者？因为咱拢知影，伫愈宋香的所在，迄个传教者的生活会愈艰苦。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8章，咱若对第1节开始读的时，咱会发现讲，事实上，这个第8章总共有讲到3个教会。第1个教会是马其顿，第2个教会是耶路撒冷，第3就是咱今日所讲保罗寄配予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马其顿其实是一个宋香的所在。伊的宋香主要原因，甲咱我咧讲的，甲缅甸同款，因为因规个所在拢真宋香，所以教会嘛是宋香。伫一个宋香的所在，因佫有拄着宗教上的压迫，所以也佫较生活较艰苦。所以伫第7章的第5节，保罗又安尼讲：阮来到马其顿的时，阮的肉体拢无平安，凡事拄着患难，外面有三钱，内面有惊。就是讲外面有压迫。马其顿的教会虽然宋香，但是无比耶路撒冷的教会佫较宋香。伫使徒行传11章27节有记载讲，有先知阿加布，伊已经知影讲将来耶路撒冷要发生饥荒，所以伊就预言出来。所以当因听见这个预言了后，后来保罗伊就伫外邦的教会，甲因先吩咐。讲恁中间若有钱会通欠起来，到有一日耶路撒冷发生饥荒的时，咱会通帮助迄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个人这个代志对主后41年到54年这个中间有发生几啊摆的大饥荒，其中上较严重是大约发生伫46年到47年这个大饥荒，农作物欠收，拢无通收。所以真侪人连食饭的钱拢无，因去共借钱来食饭，后来钱无法度还，就爱卖家己成做奴才。伫迄种的情形下，保罗伊呼吁遐外邦的教会来为着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奉献。第3间教会哥林多伊是伫另外一省叫做亚该亚省，伊伫即个希腊半岛的上界南边。啊，因为伊的东边甲西边拢有港口，所以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伊真做是对亚洲要去到欧洲，欧洲要过来到亚洲的时，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转运的所在。所以这个城市非常的好业，城市好业，因伫这中间的人，因也有真侪机会会通受到好的教育。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内面，因各种的人才拢有。教会的兄弟姊妹也有各种属灵的恩赐，但是咱知教会毋是好嘢就好啊，教会嘛毋是讲有人才有恩赐就有够。哥林多教会颠倒有真多的问题，因的信徒分党结派、怨妒、纷争，伊的两性甲家庭的关系
混乱。保罗伊称这个哥林多教会不是属灵的啦，是属肉体的。伊个讲这个教会踮伫基督是做婴儿，不是做大人。所以保罗爱用飼奶的这个属灵的食物互因，无法度用这个打的美娘互因。咱若是来看这三个教会，咱会发现保罗伊的福音事工充满着真侪的困难。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是福音拄开始的教会，因有真好的信仰传统，但是信徒散向甲无饭通食。富有的这个哥林多教会虽然真有钱，但是因无法度真正深入来了解信仰的意义。因伫物质上虽然丰富，但是伫灵性上却是欠缺。当保罗伊面对这个三间教会无共款的问题的时，伊毋是甲因教讲恁着爱安怎做，保罗是先甲伊分享耶稣基督的道理。伫第8章的第9节安尼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伊本来是好业，为着咱正做颂香，要互咱对伊的颂香来正做好业。耶稣基督伊本来是好业，伊本来是上帝的独生子，伊伫天顶，但是为着要拯救咱世间人的罪，伊来出世伫咱这个世间。咱甲我所吟的诗102首讲：狐狸有空，飞鸟有收，但是安那人子无看头的所在。耶稣出世来到伫这个世间，伊甲咱世间人同款，着忍受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的痛苦，会巴肚枵，会喙焦，最后伊也因为咱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这个是耶稣基督予咱的恩。当咱做一个基督徒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恩了后，咱就因为安尼，咱的罪得到赦免，然后咱甲上帝的关系好好，咱也甲人的关系好好，因为咱搁进入伫教会，所以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亲像是咱伫厝内面的兄弟姊妹，甚至搁较亲。通过安尼，咱对颂香正做是好业。保罗的好业，伊直接所讲的好业，毋是指物质上的好业。若是指物质上的好业，安尼是安怎？耶路撒冷这些信徒因信耶稣了后，嘛是还搁颂香。所以保罗咧讲的好业，是指伫心灵上、伫灵性上的富足。因为咱信耶稣，咱得到救，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真侪人过去未信耶稣以前，伊甲厝内面的人关系无好势，甲爸母、甲伊的囡仔、甲伊的妇人人、丈夫关系无好势。但是因为信耶稣了后，因为咱知影家己的罪，咱也知影咱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咱会通正做甲人有好的关系。也因为安尼，咱正做是一个好业，正做一个心灵上真正富足的一个人。马其顿的教会就是一个真正好的例，因这个教会了解对耶稣的、对基督的颂香，因正做是好业。马其顿这个教会虽然有那是颂香，但是因伫灵性上是真富足。所以第8章第1节，伊安尼讲，保罗安尼讲：兄弟啊，阮将上帝所赏赐伫马其顿这个教会的恩报恁知，报恁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姊妹知，就是因伫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因的奉献佮超过因的气力。马其顿的教会求愿，互因得到这个恩，来三甲有份伫服侍圣徒。意思是讲，马其顿这间教会都无啥有钱，但是当因知影耶路撒冷伫遐咧骄傲的时，因求保罗讲：阮虽然无啥钱啦，这钱奉献起来、倾起来嘛是小可钱，但是拜托你，互阮会通参与伫这个奉献的事工的内底。所以保罗讲：我要互恁哥林多教会知影讲，马其顿因对上帝所得到的恩是偌尼啊大。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时捌听见讲员的安尼教，为着要鼓励咱奉献，所以会甲咱讲，咱若奉献愈多，上帝互咱的恩典就愈多。但是我要讲，这种的道理敢若对一半。
奉献愈多，上帝互咱的恩典就愈多。这道理是对，但是敢若对一半。咱若对保罗伊今日互哥林多教会咧讲起马其顿教会时，咱会通了解保罗伊的看法颠倒变。保罗的看法是对恁所奉献出来，会通知影讲上帝伫恁身躯顶的恩典是遐尼啊大。这个马其顿的教会无啥钱，但是因愿意为着比因搁较崇香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伊求保罗互因有机会参与伫这个奉献的中间。所以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你看，你就知影讲，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因得到上帝的恩典是遐尼啊大，毋是指因偌好嘢，毋是指讲因有物质上偌丰富，是指因伫信仰上所领受的，因捌耶稣基督捌了真正深。因为耶稣基督为着咱正做颂香，所以咱会通对本来咱的心灵上的颂香，咱会通正做富足。马其顿教会就是这种富足的教会。3年前，当我第一摆去到伫缅甸去遐做底宣的时，我心内咧想讲：啊，遮尔好颂香的所在，啥物人敢去做传教者？所以同一年，我第2摆7月底的时，搁去的时，我伫这个阳光的一间神学院，叫做缅甸华人福音训练中心，简称叫做缅训。我伫遐来教册，我听过因真侪新学生的见证，其中绝大部分拢第一代的基督徒。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其中一个见证就好。这个兄弟，也就讲这个新学生，伊的家境本来袂歹。看伊清查，看伊讲话就知影。伊姓罗，释维罗。伊高中毕业了后，来到台湾来读这个政治大学，就是咱咧讲迄个侨生啦，伊读完政治大学了后，政治大学了后，佮倒去伫伊的家乡。但是伊倒去家乡了后，煞开始伫遐来食毒，毒愈食愈深，到尾也无法度改。伊伫咧走投无路的时，有人报伊信耶稣。伊就开始去教会，然后开始信耶稣，最后靠着耶稣基督的气力，互伊这个毒完全拢解起来。当伊的毒完全拢解起来了后，伊甲因厝内面的士大人讲：我要去洗礼。因士大人甲伊讲：你敢知影你若去洗礼，后果是啥物吗？因士大人甲讲：你若去洗礼，你的名要对咱的族谱内底摕起来。我头仔还阁听无啦吼，我想讲现代人族谱也无啥要紧啦吼，咱基督徒阁较无咧拜公妈，无对族谱摕起来就摕起来。因遐同学听知影我拢听无，伊甲我讲：老师，你敢知伊啥物人？我毋知啊，伊就某某某啊吼。伊讲，因这同学甲我讲，老师，这个同学吼，伊看伊姓罗对无？伊就是咱缅甸这个罗兴汉将军的家族啊。罗兴汉我知，罗兴汉就是咱知过去有一本小说叫做《异域》哈，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第2次世界大战了后，后来甲共产党相台，大部分的军队尾也来到台湾，但是伫芬兰有一寡军队因无法度来到台湾，所以呢就留伫咧缅甸甲芬兰的中间，伫遐生活。这个将军就是罗兴汉将军啦。后来因缴械了后，开始做生意。这个罗兴汉将军做足大的生意，听讲毋是干咱缅甸上好嘢，可能是全亚洲上个好嘢，几十万，几十亿的资产。所以这个姓罗的这个兄弟，伊就是迄个罗兴汉家族的人。安尼我想起来，几啊十亿吼。因兜嘛，因的家族啦，几啊百人，凊彩本嘛，还阁袂细地呢。但是这个兄弟甲我讲，我若既然信耶稣，我就要洗礼。阮家族甲我赶出来，我嘛是要洗礼。所以伊后来不但洗礼，伊阁去读神学院。我听起伊的见证的时，我深深来感谢上帝恩典是遐尼大。咱对这个兄弟来的身躯顶，咱会看见讲，
伊因为伊真正体会到伫伊的生命中是耶稣基督来救伊，所以伊因为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伊会通了解耶稣基督为着咱诚做送香，互伊这个人本来已经无活命，会通搁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伊也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伊愿意本来是好业，物质上的好业，但是伊愿意来诚做送香，为着要诚做一个传教者，然后会通将福音搁报互较侪的人知影，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对好业诚做送香，为着要互较侪人，因为安尼伫心灵上会通诚做好业。2007年就是阮2当前，阮个带学生去到伫缅甸来做底宣。迄摆是学生先去，我9月才要去。当学生对7月初倒转来时，台湾新学院的学生中间有一个人，倒来后来发烧，一个礼拜拢无退。医生本来想讲是感冒，但是足奇怪，一礼拜外拢足悬的烧拢无退。后来才去台大挂急诊，当伊去台大时检查出来出血型登革热。因为缅甸的这个蚊有这个出血型的登革热的这个细菌，所以伊去到伫台大时，后来我知影这个消息，赶紧去台大甲伊看。我要去到伫伊所大的房间的前，我心内伫遐咧想讲因为学生去到伫缅甸宣教，倒来得到这种危险的病，我唔知要安怎甲这个伊的妈妈交代。当我开始伫遐咧行咧想的时，我心内有真着急、真紧张，因为咱知影即摆有时学生会甲家长学生的家长会甲学校抗议。当我开始咧想这个时，后来我入去到伫房间内，伫伊的病床的头前的时，看见伊的老母伫遐，伊当结婚无偌久的太太也伫遐，然后唔知影我伫遐唔知要甲伊讲啥物话的时。结果伊的妈妈开始先甲我讲话，讲老师，唔免烦恼啦，咱拢祈祷上帝，上帝听咱祈祷。然后我唔知要安怎甲应，这个妈妈伊开始做见证。这个妈妈伊是一个单亲妈妈，伊自囡仔足细汉的时，就已经失去了伊的丈夫，所以伊伫足艰苦的环境内面，来请养伊的囡仔大汉。伊甲我讲，伊早起时拢5点就起床，伫遐祈祷半点钟时间以上的时间，然后才开始去做工课。因为厝内环境真歹，所以有时一日有一段时间爱做2项的工课，才有法度来请养这个家庭。到囡仔渐渐大汉的时，伊知影讲这个囡仔会通安尼平安顺遂大汉，伊甲上帝祈祷讲，这个囡仔是上帝咧请养的。所以，若是有一日这个囡仔要献身去诚做一个传教者，我欢喜甘愿将这个囡仔献予上帝。果然，上帝也听这个老母的祈祷。这个囡仔大学毕业了后，伊无想到讲，伊本来有去上班去赚钱，但是无偌久，伊就得到上帝的调命，愿意来读神学院。读到研二的时，就是阮出福音队去缅甸，然后倒来时得到这个登革热。我听到这个老母安尼做见证，我心内非常的感动。我本来想讲，唔知要安怎甲解说，唔知要安怎甲安慰。事实上，这个妈妈伊下晡甲我讲这个代志的时，阮这个学生还搁咧发烧，而且医生有讲，若是今日下暗血小板的数目还搁伤少，就有生命危险，一定爱甲伊输血。但是这个老母伊真正勇敢。伊也真有信心，讲唔免烦恼，咱交托给上帝。后来过3日，感谢主，这个学生小退危险过去，出院倒来。伫新学院的时，我撞到伊的时，我敢甲问一句话，问一半，伊知我要问啥？我问讲，素者，你伫迄个发烧上严重的时，你有想到啥无？我歹势甲问啊。但是伊知我问啥？伊讲老师我知，
我事实上发烧规礼拜到后来上危险的时，我去甲上帝祈祷讲，若是上帝啊，你这个时间要调我倒去，我欢喜甘愿；若是上帝你这个时间要调我倒去，我嘛欢喜甘愿。我听着学生安尼讲的时，我心内非常的感恩，我心内嘛非常的见笑，因为我无甲讲啊吼，我嘛其实我伫迄进前我毋捌讲，因为我知影这学生得了登革热倒来了后吼，啊我是9月份才要去，我想讲哇安尼遮尔危险，啊我敢通去？我嘛想讲好啦，我做老师无去袂使，学生都去了倒我无去袂使，所以吼我就去买迄个足侪罐迄个乌虎防蚊液啊。吼，规骹网内底拢缀迄乌虎防蚊液安尼。但是我看见这个学生伊对上帝的信心，看见这个学生伊的老母对上帝的感恩，我感觉实在伊的信仰值得咱来学习。这个学生甲伊的老母，我相信因拢过去伫这个足艰苦的环境来大汉，但是因知影，因为耶稣基督的送香，互咱成做好业，伊就愿意奉献家己的性命来互主所使用。我有讲起伫缅甸中部迄个神学院，因为伊是少数民族傈僳族的神学院，所以因是上界送香的。但是我若去到伫阳光即个花莲的神学院伫遐教册的时，我所甲我讲，我撞到迄个罗信汉家族的这个神学院，因的环境比较袂歹。我就真好奇甲即个院长讲，啊，恁的神学院是安这环境一切拢袂歹，伊就甲我分享讲，因伫30几年前院长开设这个神学院的时，因有一个足要紧的想法，神学院帮助教会，教会将来爱帮助神学院，所以因伫遮所训练出来的传教者，将来派出去外面做传道，对开拓教会。因为因本来遐拢无教会，对开拓教会开始，经过5冬、10冬，若教会有一日会当独立的时，经济上会当独立的时，伊甲这校友讲恁就爱将教会所奉献的经商费的1/10摕倒来伫神学院，互这个母校会通继续伫遮发展。阁有另外1/10，恁来摕出来到伫规个中会将这个钱轻轻的，每一间教会拢摕1/10出来，就会当阁去开拓新的教会。所以伫过去30几年中间，因差不多平均一年开拓一间教会出来。缅甸这个所在虽然送香，但是因为因所开拓出来教会，拢真正关心开拓的事工，也拢真正关心神学院，所以因的神学院卖甲无钱通用。我伫遐教册对拜1到拜5，拜6的时，因的老师会带学生去到伫阳光的郊外一个所在，有因的基督徒伫迄个所在咧饲鸡，鸡是专门咧生卵的蛋鸡，阮伫遐来做一个迄个开拓的礼拜。做完礼拜了后，阮一台车做伙要驶倒来时，我看见讲因的会友，因为拢是咧饲鸡咧生鸡卵的。开始摸一箱，搁一箱，搁一箱的鸡卵摸脚车。我看到这时，我真正感动。然后我了解讲，我迄阵咧恍然大悟讲，阮伫神学院咧食饭的时候，早餐、午餐、晚餐3顿拢有鸡卵啊！原来就是这教会的兄弟姊妹，因伫这农场所生的鸡卵，因拢奉献互神学院。因无啥钱，因所有的就是这，但是通过因的奉献，这鸡卵，互神学院的学生有蛋白质啊。咱想讲，咱伫台湾拢鸡卵也无啥，你食伤多胆固醇伤高对无吼？但是因伫遐是普通时连蛋白质都无够，所以这青年人大家拢真瘦，所以因3顿至少有鸡卵通去食。缅甸的教会虽然送香，但是对因对传福音的热诚，以及对神学院的重视，会通看出因伫灵性上是富足的。也因为因灵性上的富足，所以伊会通甲咱台湾的教会互相来分享。
我本来去缅甸看到因遮尔啊送香的时，我拢想讲啊，咱台湾会当安那来甲伊帮赞。但是渐渐后来我发现，我对于缅甸的这教会基督徒甲信仰伊所学到的，事实上是比因对阮遮所得到的搁较侪。也通过双方面台湾的教会信仰伊，甲因迄边的教会及信仰伊互相的分享，互咱两边的教会拢会通成做是一个更较富足的教会。亲爱兄弟姊妹，我今日也是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来到伫咱双连教会，因为咱拢知双连教会对上帝遐来领受满满上帝的恩典，也因为双连教会对正教会甲对信仰伊的疼，所以互咱伫台湾有真侪弱小的教会有得到双连教会的帮助，也有真侪弱小的教会传教者也得到咱双连教会的帮助。我今日敢若特别甲咱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伊也是一个见证。伫昨日拜五伫要下班的时间，咱信仰院的一个职员，一个小姐接到一通电话，所以后来我看伊伫遐咧搬册，驶一台车去迄个仓库咧搬册，搬一箱过一箱，我问讲亚英，你这册是要搬去倒？伊足欢喜，甲我讲老师。咱过去台神双连宣教讲座，每一年请这个讲员来演讲了后来拢有甲伊编辑成做一本册，前年的已经伫去年出版，今年已经出版。伊讲有一个泰鲁格族的退休的女牧师，伫无意中去看到这本册，伊看到这本册，咱这个册名叫做《牧者更生教会复兴》。伊看到这本册了后，伊非常的感动，所以伊一个人要甲咱信仰伊订300本，要来帮助因泰鲁格教会，互因知影这个好的消息，甲知影这教会因是安怎成长的。我听到这个，我非常的感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个册的出版是因为咱双连教会出钱，互信仰伊来办讲座。办讲座了后，咱因为伊的内容真好，所以咱甲伊编辑下来出册。咱过去2档外到今年11月已经是第3档，就要结束啊。我常常嘛会想，讲咱开这个钱、开这个时间甲精神，毋知有效果无？但是我知影有真侪伫咱台北附近的教会，因拢伫逐个月的第4礼拜的拜一来遮来听咱这个讲座。也特别伫后来这讲座所整理出来的册，有真侪牧师因是伫较远的教会，因袂当来到伫双连，所以因会买册倒去看。我对听到讲这个泰鲁格的教会的退休的女牧师，一个人订300本，要送互因的兄弟姊妹，我真正感恩，因为咱过去点点咧做。这个事工，咱有一日伊会开花会结籽。咱过去点点做咧事工，咱伫这个过程中间，伊就已经帮助着信仰院，也通过信仰院，佮帮助着真侪教会。我相信双连教会听心，会通过安尼，会通帮助真侪教会，因对本来的送香，也会通成做富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伊家己对富足变做送香，咱却因为耶稣基督的疼，对送香要变做是富足。双连教会的兄弟姊妹也因为咱愿意分享基督的疼，所以互真侪咱台湾送香的教会成做是富足。我相信台湾信仰院所会通报答咱双连教会真少。但是我愿意将双连教会对伫神学院的恩典，对伫神学院的疼，阮这老师通过疼这新学生，通过帮助更较多的教会，其中也包括帮助伫东南亚，亲像缅甸这送香的国家来的新学生，通过安尼的分享，咱会通神学院本来也是送香，
但是要真做是富足。我也相信，这受到帮助的教会，甲远路来的这新学生，因本来是送向，因也会通真做是富足。通过这种分享，咱双连教会新学院、新学生，甲远远其他所有的教会，因拢会通得到上帝的恩典。我嘛相信，通过安尼，上帝伊的恩典会通加倍来伫咱双连教会的身躯顶。伫第9章第8节，保罗伊有一句话安尼来祝福哥林多的教会，我也要用这句话来祝福咱双连教会。上帝会用各项的恩典充满到伫恁，互恁凡事常常充足，通行达样的好事。盼望上帝的恩典继续伫咱的中间，通过咱了解耶稣基督为着咱真做送向，所以咱真做富足。咱也愿意将上帝的恩典分享出来，来帮助更较多的教会。咱三甲下头来祷。亲爱的主，阮满心而乐感谢你。阮知影上帝你的恩典是遐尼啊大。当阮愈将上帝你的恩典分享出来时，阮就要帮助更较多人来真做是富足。主啊，阮特别感谢你。阮看见上帝你过去安怎帮助双连教会，也双连教会来帮助遐个较顺向的教会，也帮助新学院。阮知影这拢是出自上帝你的恩典。主啊，阮恳求你大大的恩典继续施恩伫双连教会，甲伫新学院的身躯顶，互阮通过安尼彼此相听，阮也知影，阮会通见证耶稣基督你的名。主，阮安尼满心而乐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真正简单来报告。我相信咱大部分双连教会兄弟姊妹拢真正关心新学院，也对新学院有相当的了解。台湾新学院有17名的专任的老师，咱含信徒新学系做伙算，大约有360名的学生。咱的信徒新学系主要就是伫咱双连教会照咱的教室伫咧上课。过去这几年努力的目标，上界重要的目标就是新学院要来受到教育部的承认，要来入案。咱盼望伫未来差不多1-2年的中间，会通全部拢来完成。伫这特别要感谢咱双连教会过去用真侪钱来帮助新学院的这个硬体的设备的整修，其中嘛包括这个无障碍设施因为新学院过去拢无这个概念啦50当前所起的厝。即马教育部要入案，教育部有规定讲无障碍设施一定要创好，所以我非常感谢咱双连教会的中执会，咱有决议已经将这笔钱来奉献给新学院，咱差不多伫今年的寒假到明年1月会开始来做这个无障碍设施，甲明年的暑假会将这应该爱做的无障碍设施拢甲做好，到时教育部来检查的时，咱就会当通过。除了这以外，新学院主要是3个科系，第一个是这个道学硕士、道学硕士，这个就是要训练将来要做传教者、要做牧师的。第二个科系是教会音乐，咱即摆已经改做是研究所，因为即摆一般读大学的音乐系的人真多，所以咱盼望会通吸收这个教会的兄弟姊妹，伊本来有音乐已经有基础的。过来到伫新学院专门受关系性格教会音乐的训练，将来伫教会会通做更较侪好的服侍。搁另外一个新的系是叫做基督教关顾甲协谈。咱知影咱现代人的心灵的问题愈来愈多，真侪人有心内有艰苦讲袂出来，咱想要甲关心嘛毋知要安怎甲问，所以这个基督教关顾甲协谈。就是要帮助咱会通先了解咱家己心内有啥物问题无，然后或者的学生将来毕业了后，会通去帮助伫教会，还是讲伫咱的社会上心灵上有困难的人，甲伊协谈，听伊讲话，互伊这个将来这个人因伫心灵上会通得到帮助。所以这个是上界主要3个科系通过咱这新学院的装备，盼望会通训练更较侪教会的好的侍奉者，毋是干那做牧师传道，也包括其他的侍奉者。连面咱有一个底片，要请咱做伙来看。新学院
每一年的奉献，咱主要拢是靠教会的奉献，对神学生所收的学费非常的少，所以拢是靠教会兄弟姊妹奉献。通过咱教会对神学院的关心，我嘛望将来咱这神学院会通愈来愈好势。咱现在的青年若去神学院读册的时，因第一个感觉拢是讲，老师的师资真好，是安那宿舍生做安尼阮今年去到缅甸，我搁讲阳光迄个神学院，阮有去参观因的宿舍，学生参观了，甲我讲老师，我感觉因的宿舍和咱宿舍差不多。我就讲感谢主，人缅甸，咱台湾。但是咱的宿舍因为是50几年前起的，所以因的宿舍是10几年前起的，所以因的宿舍和咱的宿舍差不多。我嘛想讲嘛无要紧，但是望将来咱若有较侪经费的时，会通将神学院创好较好势。所以望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伫咱的手头伫这个周报内面有夹这个奉献地，所以咱若愿意来关心帮助神学院的，请咱将咱的奉献下伫这个内面。我相信上帝会加倍的恩典来施落伫咱的身躯顶，所以最后请咱做伙来看这个。台湾神学院拢有一个年度经费预算的会议，伫这个时，老师拢非常的称赞，因为每一年所会通募入来钱拢是无够，所以只好计较到底是应该爱用伫啥款所在。总是神学院望会通提供予学生一个上介好神学教育的环境。这个是台湾神学院的图书馆。伊的藏书大约有7万册左右，不管是上课所需要用到的参考书、研究圣经的圣经注解、各种语言的学习资料、国际上重要的神学期刊，学生拢会通来到图书馆找到因所需要的资料。这个图书馆是神学训练真重要的资源。在师资方面，不管是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以及教会音乐、甲基督教哲学，台湾神学院拢望会通提供上介好、上介专业的师资。上课毋是干那教学嘛尔，更加是老师用生命来影响学生的生命，培养耶稣基督的学生。通过一群上帝所调的新学生，将福音传到各个乡镇，甚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来完成上帝所吩咐的使命。不管是信仰的操练，还是圣经甲神学的装备，神学院总是望会通将上介好的来传授予咱新一代的新学生。感谢主，伫过去这几年，咱会通讲师资渐渐进步。但是，伫经费不足的现实的下面，咱就无法度兼顾着问题，特别是学生的宿舍已经哪来哪去，需要大规模的翻新。这间校舍已经陪伴台湾神学院的学生50年，也见证上帝所建造的路步一个一个的成长离开去教会服侍的过程。50年的历史讲起来无算短，但是伫欠缺经费的情形下，这个设备拢袂当换新的，只有靠修修补补来维持。伫这个田下面的厝遐，
伫人所无看见的所在，一世过拢稳装着因为旧所产生的危机，这拢毋是咱欢喜看见的。若是会当，台湾新人医真渴望会通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予所有伫遮上课的学生。这个是台时上界水的景色之一，伊的水毋是敢在伫伊的树木、花草，也是真古典的建筑物。伊的水也是在伫因为有一批上帝所调的成员，因愿意放下因的工作，来到伫遮受装备，将来去到伫教会甲台湾的社会，伫遐来服侍。台湾新人医致意培养耶稣基督的学生。伫加拿瓦靠教会的奉献收入的情形下，有缘坚持要将上好的提供予来遮读册的每一个人。为着会通继续维持这种的理念，台湾新人医需要你伸出你的手，共同来去做，维持这个美好的时光。台湾新人医今年度的预算是7300万，但是有10万的信徒为着台神奉献，每一个人只需要730块。换句话来讲，只要你每一日为着台神欠2块，就会通供应台神1年的预算，互学校会通伫软体甲硬体顶面，拢提供上介好的教育环境。一日2块，伫世间人的眼中看起来真少，但是伫上帝的目睭中，却是出自贴心的奉献。愿你我拢会通做伙伫上帝所欢喜的代志顶面，共同努力完成使命。这条，请咱来用圣诗来回应上帝听。但这条咱用413首。
来，直接请咱起立，咱来三甲做奉献的祈祷。慈悲听堂，阮哋满满上帝，感谢你无限量的听，亲像玛纳每日赏赐互阮，也互阮亲像溪边的树，照时结果子，有你丰盛的恩典。愿回应你的听，遵照你所假示，将你所赏赐，看做贵重无瑕疵的献互你。无论是阮的金钱、财情、时间、听心，或见证甲言行举止。